鲁迅，1881年9月25日至1936年10月19日，本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，一位杰出的思想家、社会评论家和翻译家。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，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生平，鲁迅的早年经历颇为曲折。他出生于一个没落低氏族家庭，家境贫困，这使得他从小就深感生活的艰辛。1902年，鲁迅赴日本留学，最初学习医学，意在通过医学救治人民。然而他逐渐意识到，精神上的救赎比身体上的治疗更为重要。因此，他转而学习文学，并开始从事翻译工作，介绍西方文学和思想。1918年，鲁迅发表了其首部重要作品《狂人日记》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创之作。通过一位狂人的自述，鲁迅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和桎梏，标志住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和批判态度。此后，他陆续发表了大量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，包括《阿 Q 正传》《要》《祝福》和《呐喊》等。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他对中国社会、民族性格的深刻反思。鲁迅在他的创作中，常常通过犀利的笔触揭示社会的黑暗面，尤其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。例如，《阿 Q 正传》通过描绘主人公阿 Q 的悲剧命运，讽刺了当时社会的伪善和愚昧；而《要》则通过一个悬疑故事，探讨了迷信与社会冷漠的问题。鲁迅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发表了大量杂文，批评时政，揭露社会弊端。他在《伪自由书》一文中，对当时的自由主义进行批评，强调了真正的自由应建立在对人的关怀和尊重之上。他的杂文风格尖锐而犀利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主要著作，鲁迅的文学创作涉及多个领域，最著名的包括1。狂人日记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，通过狂人的视角批判了封建社会对个体的压迫。2。阿 Q 正传，通过阿 Q 的悲剧命运，揭示了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和社会的病态。3。要，揭示了旧社会对科学与真理的偏见，批判了封建迷信和社会冷漠。4。祝福，通过描绘一位妇女的不幸命运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。5。呐喊，这是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，汇集了《狂人日记》《阿 Q 正传》《要》等重要作品，展示了鲁迅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察。6。彷徨，是鲁迅另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集，收录了《伤逝》《孤独者》等作品，进一步探索了人类精神的困境。名言，鲁迅的名言涵盖了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。以下是极具影响深远的名言：1. 希望是复立在存在上的，有存在便有希望，有希望便是光明。这句话表达了鲁迅对希望的深刻理解，他认为希望与存在密不可分。2. 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此句反映了鲁迅刚直的性格和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定。3.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这一句话表明了鲁迅对社会人情的冷漠和对人类共情的怀疑。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著卓越成就，他的思想、言论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。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在不断地被阅读和研究，对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仍然有助启发性的作用。鲁迅作为中国文学的巨匠，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，将继续激励住后人对社会和人性的反思。